Hello， 我係 Elvin 啊，你嘅置業拍檔。20年嚟，香港最強嘅發展商新鴻基，終於再次進駐香港嘅市中心荃灣迎進。同大家睇一個393尺 M 單位，入到嚟走廊位，發展商喺呢度做咗一大堆嘅儲物櫃，收納空間絕對足夠㗎啦。咁再去到雪櫃擺咗喺呢個位置，去到一個 L 型嘅櫥櫃，再嚟到客廳嘅位置，有2.4米闊，空間感絕對足夠。再望埋呢一邊，發展商做一個採光嘅窗，採光度非常之夠，亦都係啦。而家新樓嘅3合1嘅露台。門口左手邊就係枕區，睇到發展商新鴻基嘅家樓標配洗手間非常之靚，亦都有浴室寶嘅設計啦。咁如果以一個393尺嘅兩房，呢間細房絕對唔算細㗎啦，有2米乘2米嘅空間。咁之後我哋咧再望埋咧嗰個主人房，主人房咧亦都係一個冇窗台嘅設計啦。咁而且咧呢度咧亦都會有發展商做咗個衣櫃位啦。係擺一個到頂嘅大衣櫃，咁啊收納空間非常之足夠㗎啦。再同大家睇埋一個393尺發展商做咗裝修嘅單位，大家可以參考翻發展商擺設咗家私之後，成間屋嘅空間仍然都係好夠嘅。咁當然收樓嘅時候啦，呢啲係預交7交翻俾你啦。咁然之後我哋再望埋個睡房，睡房呢度發展商做咗一個書房嘅位置。咁然之後再望埋啦呢一度嗰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呢度做咗一大紮嘅衣櫃，大家收樓嘅時候咧，亦都可以咧參照翻發展商嗰個做法。參觀完。最後同大家睇埋一個1房273尺嘅單位。咁睇到一個273尺1房嘅單位都好市正，而且咧最欣賞佢咧唔係做一個套房嘅設計啦。咁而家其實喺個市場上面咧，好多新盤嘅1房咧都係要做套房嘅設計嘅。咁啊，再睇到啦，呢度收納空間咧亦都非常之夠㗎啦。咁啊，全屋咧都係用翻啲西門子嘅品牌啦。咁然之後我哋望埋個睡房啦，睡房同樣方方正正啦，亦都係呢一個冇窗台嘅設計。咁樓底咧亦都有翻咁上下高，所以咧空間感咧絕對足夠。好，最後望埋啦，佢洗衣機呢一度擺出咗去一個3合1嘅露台，呢個設計非常之正。呢度亦都有啲咧晾衫嘅空間啦。發展商今次提供2個付款辦法俾各位買家，而你選用其中一種嘅付款方法，發展商係會送呢一啲咁嘅家私俾你哋嘅。示範單位啱啱同大家參觀完，如果想知道呢個樓盤多啲嘅資訊，喺下面留言俾我。多謝大家，下次見，拜拜。